对空气画面看到7股的盐田拢是水，引到176线道。经济站的丹那市风台地属沙洲破空海水灌入来，造成爆发放气、道路积水现象。顺期阁将要来到，当地居民烦恼，规个村会淹水。包括大海上游的水也是拢对阮这边车过来，所以变阮进大涨潮，阁唔知要几日，进规整间规个拢满水位的状态，加会去盐田规拢满水位，规个整个人拢惶心恐恐。立委郭国文和林俊宪邀致中央地方相关单位到场进行会勘，要争取推动7股内海沙洲护育、含大寮排水整治计划。市府水利局总共会向中央申请18亿经费来修复，预计明年开始动工。刚刚就看到一个缺口，那个缺口就是海水倒灌一个主要的原因。那现在又满水位的情况底下，要如何把这个缺口用紧急的工法把它堵住？让它水不会再进来，水位不会再增加。另外，用大型的抽水把它抽掉，这样才不会造成下一次的淹水。所以你这个部分啊，今天不尽快把它抢修起来的话，恐怕会造成进一步更大的伤害。那我们给它整体希望相关单位来就提出一个紧急抢修。第二个就是复原复建的部分。还有第三就是中长期，如果解决相关地方的水患，所以呢，咱希望讲把一个整体计划分短中长期，把它政府应该要好好的来重视啊。另外，为了解决这回之淹水状况，水利局已经启动抢修作业，预计在2礼拜内底完成盐田道路加灌工程，暂时形成第2道防线，控制治水范围。后续嘛将推动灾后复建工程。强化地区防洪设施，提升沿海筑路的安全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